Hello， 大家好，我是高贝，又到福起來的時間咯。人生啊，有幾多嘅階段？讀書、工作、結婚、共生人呢，甚至於講退休，每個階段啊，每個內容也都冇共樣。大家講到一篇啊，有想到講這個退休之後要做乜嘅夢？從高貝眼這個還唔算想到，因為啊，退休係很久嘅時間。不過啊，今半年的來賓，我哋好朋友，佢都想到講退休之後。同家先生共下來去開一間民宿，開下天奶呢，睇故事哦，大家有想到冇？退休之後開民宿，冇一鬼無限下，應用辦法有一個想法呢？行起家家來邀請佢同大家小姐分享一下吧。馬上來分享我哋故事幸福田園的頭家娘，我哋張秀妃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高速幸福莊園的幸福姐姐。秀妃姐歡迎來到我哋節目直播喲。秀妃姐，聽到我同觀眾朋友在小姐嘅時間都講到，我哋退休每一個人都有無共嘅想法嘛，有啲人講我哋退休之後都閒孤順嘅、兔順嘅，不過做乜嘅？我想到講我哋開民宿，係對高雄賺到故事來呢。這個機緣呢，原則上是要感謝我父公婆啦，因為他們是在20幾年前，因為老人家退休，然後他們想要擁有一塊地可以種花種草這樣子，那所以呢，那時候我們就好，他們找了很多地方，後來找到這個大武山下這個美麗的客莊，然後他們就在這邊做退休生活，山好啦，水美啦，然後因為剛好在大武山下，氣溫又非常舒適，所以呢，我們就慢慢喜歡上這塊土地了。然後一直到10年後，那剛好我前面那塊地，本來公婆他們只有買3分地啦，那後來我們又把它買下來隔壁的地，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那我們要做什麼？那麼大的塊地，我到底要幹什麼？所以那時候才想到說，要不然開個民宿好了。是這樣子來的。原來一開始都唔係能退休，係唔能家鄉佢哋退休嘅，唔能批頓佢到故事。是。後邊人這個退休嘅想講人哋也退休嘅身上也都睇嘅開一間民宿，開民宿唔係過一無限嗎？很忙，為什麼你們還會想講我嚟開民宿呢？一方面是因為買了地之後在心想。那要陪老人家，那我的個性，因為我跟我老公兩個，我們原先都是保險業的，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因為我老公又很難，我老公比較宅，我好動，他內向所以呢，每次要邀他出門，他就不喜歡。那我心想說，那既然這樣子，做民宿不錯哦，有了這麼大的地，然後這麼好的地方，我可以做民宿，我可以玩我自己，然後把我的美好生活分享給朋友。我是因為這樣子才做民宿的。那你多多啊，其實你的公婆倆個性剛剛好，多多互補，你外向，你內向，互補嘛。多多要跟民宿嘅工作，你們也剛好分工分得很好，因為做銀行跟客人交際互動那些，搞不懂都是我。底部要整理這麼個免費的園丁都欣賞嘛。沒錯。他會不會有不平衡啊？不會耶，我老公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賢內助。而且我們每次，因為現在除了民宿的工作以外，我們還做了一些社區的發展這一塊。那只要我有朋友來，然後我要去帶着他們去整個認識整個高樹，那只要我一出門，其實我都完全沒有後顧之憂，因為我老公會把所有的事情打理得很好。對，我覺得唔講，我出門都沒有後顧之憂，因為先生就是司機，可以管市場。他會鎮守我們的莊園啦，就是有坐鎮在家中就對了。是。你能來到高樹開一個民宿，因為你們之前的工作同民宿有冇共用嘛？對。你能開民宿有多麼個困難的事情嘛？多你能又可以安排法的一個演呢，做田園民宿，能有多麼個困難啊？有一個比較挫折的事情嘛？我把它分2段啦，還沒有開始之前，我那時候整地，我花了1年半的時間，把那一塊地整個整理好，很漂亮然後面對整個大武山脈。可是3天後我那時候整理了很漂亮的園子之後，把它拍了一張很美的照片留下來，結果過了3天，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88多風采哦，因為我們那個地方大武山下剛好就是口塞溪，然後那一年的88，2000多公里的水，就是2000多那個下的那個豪雨，所以對，然後那個時候整個土堤就潰堤了所以把我們家我原先弄好的所有的園藝全部
全部毁了。哇！我种了100多棵的七里香也全部毁了。所以必须再重来。有个对你来讲，应该还有咧青苔大吉，也是一个比较让你灰心的事情。不过也很好了，我觉得那件事情让我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我可以规划得更好。所以后来就是在整个设计的过程中，因为整个园区的设计从户外到室内到房子的整个建筑还有装潢都是我自己来的。哦，是。按你方你有讲你们喺做田园民宿，面积应该轻太吧？规个园的民宿面积差不多一太范了，面积大概多大呢？我们有1600坪到1700坪。哇，非常大哦，同一个小公园、小公园同样的呢。对，你能做一个田园民宿，环境应该是你一大特色嘛？可以同人呢，观众朋友了解一下讲，你能整体规个民宿係哪一种的风格？底部有某个特色好冇？我们的民宿过程中，因为我刚刚就讲到说，我是想要把我的美好生活分享给朋友，因为在那一块土地上，山好水美，然后还有因为我们在地是大陆关石狮公的故乡，所以又有很棒的人文。那我是希望说，透过来到都会的好朋友，我常跟朋友讲说，这里就是南台湾的后花园。所以呢，我们家的园区里面有3大类，第一个就是景观植物。我们有一大片的大草皮，然后很多景观植物，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或冬天到春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热情的9重葛，对，会迎接着所有的客人。好，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没有太多的人工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用手做的，像我用花盆做娃娃。然后用锯下来的树木去做一些小动物，那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地方，然后跟大武山连接在一起。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家很多果树，老人家当时很可爱，他们喜欢吃芒果，所以在我们园区里面种了50几棵芒果。哇，一个细细过眼的个呢。对。现在我还是有保留一些，那这些果树留下来，就是如果客人到我们庄园刚好有成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让客人去采芒果。对，这是第2大类。那第3大类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希望朋友来到这块土地，能够跟大自然做最亲密的接触，所以我们有香草园区。所以我今年也申请了特色场域，就是希望朋友来到我们的庄园，可以跟植物做一个非常亲近的接触，无感体验，然后做一些艺术的，或者做一些仿文艺这些。哇塞，唐风的都得奖的一个画面，摕个上地位啦吼！哇，你看又有果树，又有法树，又有草坪，又有青苔饭，哇，真是过奖呢。那做一个田园民宿都更加吼，你能这个同欣赏，你能用办法分配你的那工作，如果讲以你窥视多的时间，一天的工作你能大概是怎么去划分呢？一天的工作时间原则上客人来的时候一定是忙早餐嘛。忙完早餐之后，我就要跟客人做social，甚至我会讲在地的故事。在地的石狮公的故事，然后在地的一些文化，然后把在地的一些景点跟客人做介绍，然后完了之后呢，他们有时候会到我们的园区，有一些有体验的会到园区去走走看看这样子，然后完之后送完客人之后，那我们就是一部分的人就开始去忙碌我们的民宿的整理，我们都会做，因为尤其是现在我们一定会做清消，然后完了之后再把房间整理好，然后再等待下午的客人。你这个本身喺高雄年，唔係采体嘅行业嘛，吼？我们不是，我们是高雄的。你们唔係行业，你们走啲果树也算一个客家种啊。你们对当地的这样客家文化，你们去用办去了解，用办去接触，去学习的。其实我很开心，有这个机缘来到这个大陆湾这块土地上，因为事实上会让我们想要留下来。除了刚刚讲的山高水美然后这边的空气各方面很好以外，我觉得高树有2大特色是我很想要跟朋友分享的，就是高树的人非常棒。非常的友善跟亲切。我们当时到20几年前，我公婆到的时候，其实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户人家，都是当地客家人的农田。可是他们会非常主动过来，帮助我们，甚至问我们有没有需要，关心你。对，关心我们。所以像老人家当时在那边开垦的时候，也几乎都是在地的朋友他们来帮忙。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好，所以人情味非常浓。第二个部分我喜欢高树，是因为高树非常丰盛。因为刚好在大武山下，气候都很好的话，那它的农特产品是非常的多。像我们所知道的，芋头是全台湾产销第2的，但是没有人知道，以为都是甲仙芋头、大甲芋头，但是他们都是到高树来买芋头的啊。然后另外高树的凤梨，全台湾外销最多的凤梨也在高树。然后另外高树的蜜枣，我们透过乡公所透过7、8年的，我们把蜜香马拉松。把蜜香的蜜枣稍微开始有一个是知名度，还有一个我常跟朋友分享，高树有全台湾最香的空气你知道，因为70%、80%的玉兰花种在高树，对，所以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很希望说，也透过做民宿，能够把这块美丽的土地，把这边的人情跟这边的人文分享给朋友。原来都係講，雖然講唔係行業，唔係菜地嘅行業，不過來到高樹之後呢，感受到菜地人客家鄉親朋友嘅熱情同關心，更加幫人家聽講，人之後如果喺度睇下做一個民宿，繼續介紹高樹嘅好本大家知嘛。哇，觀眾朋友，聽到一片係咩感覺？高樹其實好山好水之外呢，還有啲安靜嘅民宿。不過有個民宿地背還有哪條精彩故事，也係講好高嘅地方呢？休息一下，馬上同大家分享哦。消費者今年嘅民宿幸福田園民宿，清靜呢，不過安靜嘅環境，安好嘅民宿，地方還有哪條神奇嘅東西呢？消費者來到人家民宿條到行唔少嘅，諾貝青春公園可以睇諾貝老料之外，呢種嘅民宿地方還有哪條好料好搞也係好食的呀？民宿一個重點，除了要很棒的一個環境，然後有很多可以好玩的以外，那當然客人來到這個場域裡面，他希望能夠帶回很多美好的回憶，所以呢，我就把很多的在地的東西導進我們的民宿裡面來。譬如講呢，早餐在民宿裡面是很重要的一環，對不對？所以呢，我們就是這就是我們家的手工堅果饅頭。我希望呢，客人來到幸福莊園，享受幸福外，更重要的就是享受健康。我們用手工堅果的饅頭，這裡面呢，我結合了在地的芋頭，然後另外堅果，然後另外我們的印加果油的那個粉末，然後把它揉成用手揉的把它變成一個很健康的饅頭。然後嘛，這是主食，完了之後搭配紅旗的，我們在地的那個有機休閒農場，他們的香椿醬，還有我們石獅公，就是社區的石獅公，然後他做的研發出來的石公蛋，然後再加上我們園子現採的枸杞葉，然後就呈現出，還有在地的水果，那呈現出一盤很健康的早餐。分享給朋友，這樣子。談好嚟都幾好，真係。消費者，頭頭有講到石獅公嘅石公卵，叫佢特別係睇嚟點咩一般的卵嗎？因為我們那個地方剛剛有介紹到，我那個地方叫大陸關，那它有全台唯一的3尊石獅公，都有1層樓高。那這個石獅公呢，他們在不同的年代，老大目前已經有234歲了。然後老二也有100多歲，老三50幾歲，他們在不同的年代都會都守莊護民，所以在高樹大陸關裡面，石獅公其實是我們的信仰，非常重要的信仰。那我們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前理事長陳榮發先生，那他就刻意的去研發這個石公蛋，他用薑黃青草去滷製3天3夜，所以你看到很像鐵蛋，對不對？事實上它非常的入口即化，而且香濃。哇！我家小孫女3歲，當時3歲的時候，她說：“奶奶，我除了石公蛋的蛋黃，我其他蛋黃不吃。”哇塞！糖多都感覺真想來試嚟看下先。你眼看到，頭頭講嘅小嘅饅頭嘛，同嘅湯嘅枸杞葉都可以自家做嘅。是哇，人可以用心呢，全部自家做，人自家特別種嘅。除了有個做船之外，還有其他的麼？我們還有推下午茶，田園下午茶，
因为我们家的特色就是休闲，就是那个幸福花草香植物休闲疗愈。所以呢，客人如果喜欢我们家，想要来做一个无感体验的话，那我们就会带客人去做香草区的，就是可从闻。一进来之后，我就会弄一盘，弄一壶非常清香的花草茶。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草茶，像前一阵子有野姜花，那我们就用野姜花茶。然后另外呢，就是香茅、薄荷这些不同的那个茶饮，所以客人一喝之后就发现，哇，我怎么跟大自然合在一起这样子？那春天的时间还喝哪个花草茶？春天吗？春天的话很多，因为春天的植物还蛮多的。像春天的话有那个茉莉花，那茉莉花丢几朵在那个花里，在水里面也非常棒。然后另外，因为我们家有一颗很棒、很神奇的诺丽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你给果长得怪奇妙，对，我今天有带来，它其实长得很丑。那很多人对诺丽果这个东西很清楚，但是很难接受，因为它很臭。它的味道不太能接受，粗也不是臭，给它跟蜜桃都亲戚配，习惯的人会觉得说，但是比较冲一点点，味道很浓。没关系，你就真的是跟闻到榴莲一样，觉得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重？对，所以大部分人是不太能接受。可是我把它改变了，我把它用成酵素之后，我再把它浸泡醋。所以我们家做的是诺丽果醋饮对，然后完之后要喝的时候再把它调一点点蜂蜜，那所以呢喝到的他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喝，所以对诺丽果改观，因为它是很健康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家的东西。完了之后呢，在下午茶之后我们就结合了在地的像芋头啦，或者是刚刚讲过洛神，我也会做洛神蜜饯，然后就让大家享受。在我们家的田园，在我们家的草皮上，享受一个不一样的下午茶。哇，感觉很梦幻。人家讲人讲完美打卡的感觉呢，会铺一个野餐垫，给人家给臭饼当狗，来吃东西，然后批咧花草茶，批咧鸡卵糕，做下午茶。哇，太幸福了吧？难怪很多人。民宿的名字如果按来来，在底部如果感觉本人真幸福，所以才叫幸福庭园民宿。是幸福庄园。原来是安尼。除了头都讲的馒头啦，也有酵素啊，看得到的。那中间跟有一些呢，很像粥的是什么啊？就是芋头粥，就是我们的早餐。除了馒头以外，那如果有续住的朋友，我们就会做芋头粥，因为现在刚好是我们高树芋头的产季，所以我们就把高树芋头粥也呈现出来。我都会尽量用在地的食材，然后同时推广在地的那个小农的东西。因为头都有讲到，我看到根本你带来的像那个黑沙公卵嘛，之前有寿司也吃过的，酵素馒头的，中间加一罐一罐的黑马个啊。那个就是我们香草植物园区里面的香草。那因为我们家种的，刚才讲种了很多的香草，那像澳洲茶树，然后呢，我就把它萃取精油，萃取纯露，然后有芦荟，有香茅，有艾草，然后呢，就把它做不同的纯露出来之后，那我们再加上一些其他东西，比如说我们起泡剂，我们就可以做清洁乳。自己手做的清洁乳，然后或者是防蚊液，那这个都可以让客人来自己体验。哇，是不是？那种能够可以搞的程度呢？行程多，而且除了这个以外，因为我本身喜欢一些艺术的美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把艺术的东西导进来。所以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叶拓。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因为每一种植物它本身的长相其实是不一样的，包括它的叶脉都不一样。那所以呢，我们透过色彩、叶脉把它做涂染之后，放在那个纸上，那就是叶拓小雨。那或者是我们做这个中间那个是泥盆，叶拓泥盆。我家有一个5公斤的，很漂亮，搬不来了，太重了。唔怕讲伊迄人可以看，不过真是你做那个青金子、青姜的，无像以前，其实叶拓也做人睇学校的学生的时间也有教过啊。不过真是有睇设计过吼，可能无共用，人学生的时间做出来都无像那个人讲按文青、按品质哦，这么漂亮。这个可以很实用，可以当成器皿，也可以当成花器，也可以当成摆饰，所以都可以用。然后另外前面的那个，因为它是没有上色的，所以它的吸水性很好，可以当肥皂盒。所以它的功用性非常多，对。哇塞，这都唔能给啊，唔单单可以吃，也可以搞几道的东西呢。可以玩。不说，我看到都，你带过来药品还有要给拍嘅。
好客民宿很用办一回事啊。一般来讲哈，我们目前全台湾有合法的民宿，都经过政府认证的合法的民宿，大概有上万家。好，但是呢，我们其中在那个观光局这边有一个叫做好客民宿，它必须符合规范，然后譬如说安全、卫生、亲切、特色各方面都有了之后，它才会发给好客民宿。那好客民宿呢，它是需要申请的，每3年都必须重新审核一次，所以它是很严苛的。目前全台湾的好客民宿只有1000多家，哇，只有1000多家。合法的民宿规万家地方这样有1000多家，很可能要给好客民宿。是，每一年政府都会请所有的民宿去做申请，然后去做我们会去做检查，他们会考核，然后完了之后会去上课，完了之后才会发给认证。所以大家都挤破头要拿到好客民宿，也就代表这是一个标章。然后我们去108年还有拿到全台湾的100大好客民宿，小镇漫游的好客民宿。嗰时候要给排很认真讲呢，迄真是。合法民宿地位又在一个顶尖的讲好客民宿，隔壁个排的迄讲迄个好客民宿地位另外一个奖章安尼。对，108年观光局办的。难怪伊个大拇指比赞啊。可是好客民宿你们自己去申请，你们会考了哪一些？你们会感觉最困难的吗？其实我是觉得只要你符合到安全、卫生，然后能够让客人在这个地方有舒适感，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我们主人的亲切，然后有特色，然后维持一定的水准，我觉得就很棒，这就没问题了。不过你按辛苦的经营那个民宿，因为还有时间讲，条到消费者你前面有讲到嘛，还去参与到菜梯、沙团啊、社区这些的活动，因为用蛮一回事嘞。我在高速做民宿，其实很孤独。因为方圆100里很少民宿，几乎没有。真是。对大部分大家都是在垦丁啦，甚至月潭啦，所以大部分都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客人来到我这地方，我到底要呈现什么东西给他们？所以我才想到说，那我应该不是只好做好我自己，我应该还可以把社区的文化，然后在地的一些私密景点。以及农游，因为高速就是最棒的就是农特产品，所以我怎么样把农游这个地方整合起来，让我的朋友来到这边是真正可以慢慢游，然后可以感受到这里的幸福。我会讲，来到俺的民宿入边，唔单止可以睇民宿地方老了，更可以讲俺的好好的认识高速一个地方嘛。是的。哇，观众朋友，唔看消费者今年经营民宿安用心，唔单止本。大家可以嚟好食，睇民宿地方好搞好料。更加係講，可以想辦法從菜鐵沙期接下風來，伴大家行出去民宿那邊，還可以留料呢。不過行出去那邊有哪度可以留料的呢？所以必須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伊咧好嘅观光景点，假是讲有好嘅民宿，人下都可以来了个久嘅时间。有好嘅民宿，附近呢有好嘅观光景点，嗰度嘅人下都会本地上过来啊。怎么两者之间可以用办嘅天数呢？消费者今年用办行出去到沙期地方，将产业同民宿来做一个结合，继续来抢到消费者咯。消费者。头头有讲到啊，唔单止做民宿，做到后半嘅时间，还讲到跟行去那边同沙期、同产业做一个结合，能实际上用办去做一件事情啊。我们去年刚好很巧是客委会有一个计划。客庄小旅行的计划，那我原先我已经就是跟很多在地的一些产业其实都有认识，那所以呢，去年就刚好有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客庄小旅行。那就是食宿游玩购。食呢，我们就是让大家来吃高速客家人的这个美食，有那个十字公面啦，然后有客家板条啦，有咸汤圆，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客家披萨。吃的好，然后宿就是住幸福庄园啦，然后完我们的体验，然后玩呢，因为我们有十字宫文化，所以会把十字宫的整个故事
做一个完整的解说导览。带给人出去绕一下。对。那玩的话，目前我们就是结合了在地的那个凤梨，可以去采凤梨做果酿，然后印加果新兴的产业，所以有印加果油也是健康的诉求。然后另外就是可可。屏东的可可很有名，那我们高速也有一家很棒的可可园，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些结合起来，然后让客人可以除了幸福庄园住宿以外，从幸福来出发，然后再去走访这些游程。哇，唐小飞在安尼讲，有没有讲？之前应该有青岛的好朋友、在地好朋友来到节目里面，青春也有安尼讲过哩。是没错。人做一个小旅行，有做嘛个宣传啊，也系讲贴迄个 DM 也就本大家可以拿来参考的，也系讲一定要年代，无法度好拿那种贴图啊，可以自家落去看呢。我们现在在整个社区里面，其实我们的14宫导览那边，它其实都有。纵使没有客人、没有导览的话，你也可以去扫 QR code，那上面都有介绍我们14宫的文化。然后另外我们4家的这个店家，我们的 FB 啦，还有我们的官网上，其实都有我们的资讯。都可以看得到。其实不一定说拿到实体地图，可以去扫一个 QR code。如果可以参加呢，有个文化导览，这个也可以聊聊。都可以。对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幸福庄园，屏东幸福庄园，幸福姐姐帮你服务。真是已经可以啊！不过这个有讲，头都有讲很多xã區來做一條事情xã區的反應很勇敢呢，大家都很配合。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磨合嘛，所以大家就是尽量去协助，然后我们也在社区里面有做一些导览的课程的培训。各种行的xã區之後，就是走到社區之後，慢慢的認識社區裡面的大家一起串聯起來之後，辦了一些事情，覺得還可以，又來成立一個團體，是不是？就是成立了一個觀光協會。是這樣的嗎？我们原先是在大陆关，大陆关是广福村跟广新村，那这个是走读大陆关是比较属于小的。那事实上我们发现高速其实非常丰富，不是只有文化，不是只有我们讲的这几家。所以你看我刚刚有谈到高速的芋头，高速的凤梨，现在高速的那个酪梨也很棒，现在刚好是生产期。高速的玉兰花，有各行各业很多，所以我们希望说整合起来，所以我们今年的8月25号。我们把高速观光产业协会成立起来了。我们希望用共同的力量来把高速的这个形象品牌打出去。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我跟他们讲说我在高速开民宿，大家都说我知道，在佛光山。真是差quite多呢，差很多。所以我们要让朋友透过我们协会的这一些努力，成员的努力，然后我们希望把高速的品牌打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这几个月里面，7月份我们有办采芋头，高速采芋头，然后我们8月份也办了一个遇见幸福，我们盘整一下我们高速的这一些店家有哪些人可以端出高速美食出来，所以我们那一次也呈现很成功。哇，按照好的发通的资讯，上面可以前面多吗？上网可以找得到你们的资讯吗？可以，您只要打屏东幸福庄园，那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的 FB 里面已经有 po 讯息了。对。哇，小飞姐，你看呢？小飞当时呢都推动的按照目标的发动，咩可以请小飞姐继续同大家了解一下，以协会的角度提高速有哪条行程可以推出？同大家来讲，旅游片聊聊，像有目标的主题啦，也係講一年四季目標的季節，有目標的高料的方式，可以同大家了解一下嗎？好，没问题，非常希望能够把高速分享给所有的朋友。高速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像8月份刚成立协会，所以呢，我们一定是先把形象打出来。像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一件衣服，就是我们高速观光产业协会，对，因为是客家庄，所以我们有蓝染，那把高速打出来，这是我们第一个活动，所以未来我们会推广。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走读大陆关以外，那我们现在串联了赛嘉飞行场，我们全台湾唯一合法的这个无动力的飞行场，那他们现在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我们会用虚拟实境的方式，由高速
好玩哈！某个方式可以带对俺们讲啊，虚拟实境安尼都可以看得到的吗？对，因为很多朋友他或者不太敢飞，对吧？但是呢，我们用透过虚拟实境的方式，让大家朋友去感受、体验完了之后呢，然后到我们的高速的很多的农场体验，然后进去之后去看他们的，然后我们再会卖套票。好，那未来在赛嘉这个场域呢，很棒的场域呢，我们也会办热气球的活动。那我代替俺的所有观众好朋友，才同大家讲，果叔对，加油哈！然后另外高速的话，因为我刚刚讲过，它的农产品非常多，所以我们已经有盘整出来了。好，像春天的时间就是凤梨，每一年的3、4、5月是凤梨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用凤梨来当主轴，我们会来做彩绘凤梨。用包的嘞。不是彩绘，是大地彩绘所以这个我记得应该县政府有曾经办过1次到2次，那我们会把它接手来办得更大，而且我们希望有机会也把那个凤梨的美食推出来。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预计明年春天会办的。好，然后完了之后，春天过后就是5、6、7月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们延续今年的芋头，我们会在芋头的推广。然后完了之后呢，到秋冬的时间里面，那秋冬的时间因为天高气爽嘛，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比较推的是旅游、农游乐的部分，然后完之后在后半段，还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像酪梨，酪梨我们进美食，所以我们也会喜欢做田园野餐宴，这都是我们构思中的东西。然后另外还有告诉一个非常棒的叫蜜枣，蜜枣会是在春天，那蜜枣是因为乡公所本来就在办蜜香马拉松，那我们会用协会的名义跟乡公所这边看整个串联，把我们的高速蜜香也做一个更大的推广。所以我们1年4季不同的季节，我们会把农产品导进来，然后以活动方式呈现，然后让更多人来认识高速的美好。真是太好了，真是本人过期待呢吼。其实我们拢提供以前啊。高速我们拢伫迄个农产很有名的地方，我们这个菜天年也伫，唔伫那边年地么啦，有凤梨的时节上到高速做的啦、有的也得，其实冇想到，其实都会单点，冇人讲想讲同伊天数调放来串联起来包装一下，作为一个公模共用的行当，希望苏慧姐能可以天数来。听呢，从高速本见到你的认识。除了安尼之外再有一个轻严重，有咩讲严重轻重要的问题。他们遇到受到疫情的影响你们这个民宿有特别遇到一个疫情有某个变化吗？疫情一开始5月份，那接完最后一团的课，我们就关房了，主动关房。因为第一个也是要保护自己，那也同时要保护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就是整整关了2个半月。到8月中因为已经疫情缓和了，那有一些好朋友我们就接受了所以那时候才开始。那9月份开始，已经陆陆续续有朋友在订房了，所以没问题。也没讲一下都开封嘛，还是种天天的逐步的，你们也逐步解封。对，逐步解封。天天的讲你看，你们在疫情前跟疫情后民宿的经营也还讲一些方式，经营方式上面有某个变化吗？有。我想疫情的过程中，纵使朋友就有解封了，但是他们想要来住，其实心里也怕。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怕，所以呢，我们是在每一个客人一出去一退房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做清消，就是把房间大规模的做消毒，然后消毒完之后就先静置个1个小时，完了之后我们再请我们的员工进去打扫。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房如果卖出去，我明天另外一个房才卖，这个房我就先休息。原则上是这样子，就降载，我们降载。那还好啦，因为毕竟我们那个地方不是一个主要的景点，像你说垦丁一下就集中好几万人，对所以比如说我这个房接了，我这个房明天我就不接就好了，好，我们是用这种方式降载，这样子。然后我们的早餐其实我们空间也很大，我们的早餐的空间那个交易厅很大，所以呢，我是尽量错开时间，如果时间没错开，我们的位置空间也都够。客人都住得下。其实按你讲啦，不论环境怎么变化，用板一偏发，最重要讲能给你民宿的精神理念还是共用，就是希望说，老些人可以感受到高速的好，
也可以将遐个民宿当做自己的家，感受到同在路卡丘用安尼舒服、安尼安心，对嘛？对，那客来到这边就是幸福，真是来到能够有幸福的感受到。哇，观众朋友，谈到今本的故事，还没形容有感受到失败幸福的感受呢？假使无法唔怕喎。马上哦，前面的时间来去告诉聊聊一下，顺势来去消费者今日民宿幸福庄园来去体验一下无穷的感受，认识无穷的故事哦。今本日啦，真是请感谢消费者，唔带来按温馨的故事，就写个按精彩的故事哦。再一次感谢啊！谢谢主持人，那谢谢所有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告诉聊哦。